大家好，我是软体工程师山葵冰角。今天我要来回答网络上关于程式设计和软体工程的问题。有几件格子衬衫？我在念书的时候大概有4件不同的格子衬衫。不过自从我知道这个是工程师的刻板印象之后，我就慢慢的淘汰不穿格子衬衫了。所以我现在的衣柜呢是没有格子衬衫的。我现在比较多穿的是帽 T， 因为首先帽 T 不用扣扣子，非常的方便，前面还有一个口袋。以机能的功能项来说，这是另外一种方便的衣服。不过呢，我还是留有2件素色的衬衫，因为面试的时候要穿。怎么培养写程式的逻辑感？多写一点，直接动手开始写，不要想着等到我觉得我的逻辑已经够好了，我才能开始写程式。因为其实写程式的逻辑，它是在写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。你写一个程式，遇到一个小 bug， 搞不清楚为什么跑不动，然后研究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少考虑了很多个有的没的条件。这整个过程就是在练习怎么样把逻辑培养出来。那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平台可以做这种练习，最有名的就是 LeetCode， 它可以让你练习一些基本的资料结构跟演算法。这种类型的题目啊，你半个小时写不出来，就是不会。那不会就是不会，所以就直接去找答案，把它看懂，然后把别人是怎么写的逻辑也一起学懂。学完之后再练下一题。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没有工程师是含着键盘出身的，所以呢，多写就对了。资讯相关的大学课程，例如计算机概论、资料结构、演算法等，对写程式是必要的吗？答案不是。比方，如果你要自己做一个 OBS 的或者是浏览器的小插件，其实你问问 AI 查查 Google 根本就不需要懂什么资料结构或演算法，就完全够用了，你应该就做得出来了。但如果你想要当一个能解决复杂、困难、大规模问题的工程师，那这些课教的东西基本上就跑不掉了。比方说，你要设计一个服务数十万笔会员资料的系统，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处理才能让查询从10秒变成0.1秒？这个就是资料结构跟演算法在解决的事情。你不懂的话，东西应该还是做得出来，但它的速度可能会很慢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很慢。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很慢，就不知道要怎么改。所以结论，这些课程对写程式是必要的吗？不是。但是如果你要走得远，甚至是把写程式当作全职工作的话，不太可能跑得掉。而且最重要的，面试会考。想学习程式设计的话，英文一定要很好吗？如果这个问题放在3-5年前的话，答案绝对是对，英文很重要啊，甚至比数学还要再更重要一点。虽然程式码本身的英文很简单，都是 if else for while 这种国中等级的简单单字，但其实真正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遇到 bug 或问题，必须要去网络上求救查文件的时候，网络上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是英文的。但是到了现在啊 ，AI 工具的发展已经让找资源的门槛降低非常多了，甚至你可以直接请 AI 把这些英文的资源翻成中文，然后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 ，AI 还可以直接回答你这个网络上的资源解释的不够细节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如果要学怎么写程式的话，英文能力完全不会是门槛。那取而代之的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写程式的本质。你要如何拆解一个问题，让程式来帮你解决，这个比语言能力还要重要的多了。请问有本书叫做《从山库到跑路》是真的吗？哈哈，当然没有这种书啊。不过有一些极端的人啊，会在离职的时候为了报复公司删掉公司的资料库。完全不鼓励任何人这样做啊，因为这样做是要吃刑事责任的。但是呢，现实世界中确实发生过意外删掉资料库的事故。这个最有名的事件呢，应该是发生在2017年的 GitLab。GitLab 是一个工程师拿来放程式码的平台。有一天晚上 ，GitLab 被一个垃圾账号攻击，服务的资料库撑不住了。工程师半夜赶来救火的途中，他需要清理一台备用的电脑的伺服器。结果他打指令的时候打错视窗，结果硬生生的把正式环境的伺服器资料库给清空了。这个一清下去就是300GB 的资料直接消失。
然后更惨的是，他们去找了备份，发现5套备份系统全部都是坏的，唯一能用的是6小时前刚好碰巧存下来的一份。Eleven 当时做了一个创举，就是在 YouTube 上全程直播修复资料库的过程。最高峰的时候有超过5000个人在看一个生无可恋的工程师坐在座位上修资料库。那最后的结局是他们花了18个小时才修好，然后因为系统没有备份的关系，所以有6个小时的资料永远的从地球上消失。但是呢 ，GitLab 的处理方式在业界被当成一个正面教材，因为他们在检讨报告中明确把问题归纳于系统性的流程缺陷，而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没有任何的工程师因此跑路。现在 AI 写程式好像很厉害，程式设计师会担心被 AI 取代吗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因为我是有产品经验的工程师。我现在担心的是 AI 会让我写程式写到暴毙，因为有 AI 的关系，我现在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新的东西。因为这些东西以前你会预期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去搞懂。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，我可以更大胆的去尝试各种陌生的领域，而不用担心浪费太多时间。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边界比以前还要大非常的多。那未来工程师的核心价值应该会改变，因为 AI 它只是一个高效率的打字机。如果你的核心判断、设计或方向根本就不对的话， AI 会非常高效率的帮你产出一堆垃圾。那你要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对的？靠的就是大学资讯科学学的那些理论基础，或者是业界的实战经验。现在比较惨的应该是 Junior 的工程师，因为 AI 目前暂时把那些最琐碎而且可以让新手练功的环境取代掉了。以前有一些公司会愿意开 Junior 的职缺，让你可以边做边学，但现在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再加 AI 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给干了，所以公司就少了一个可以开 Junior 缺的理由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对 Junior 来说，我觉得反而要反过来利用 AI。以前一个工程师大概要花3个月到半年才能做出一个小小的专案，现在你学会使用 AI 辅助的话，可能1个礼拜或者是更短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做得出来。那你可能会需要用这个速度去累积比别人更多的作品，去碰比别人更广的技术。那因为现在我觉得在2026年 AI 还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没有人知道过了1年跟半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至于我会被 AI 取代吗？我个人是不担心。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程式语言？就不能大家约好用同一种语言就好吗？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是为了解决不同场景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其实各自做了一些不同的取舍。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啊，工程师这个族群天生就是看到工具不顺眼就会想自己造一个新的。在1970年有一个语言叫 C 语言，它速度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强大。直到今天，你的作业系统、你的手机很多硬体的底层都还是 C 写的，但它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太难写了。C 语言你要自己手动管理记忆体，就像开手排车一样，你每个动作都要自己控制，一个不小心你的程式就炸了。然后就这样到了1990年代，有个工程师就受不了了，他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好的效能，我需要的是写得够快，写得够轻松就可以动的程式。所以呢 Python 就被发明了。Python 就有点像自排车的感觉，它很多底层的事情帮你处理掉了，你可以专注在你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。但代价是什么呢？它的速度就比 C 慢很多。然后接着又到了2010年，又有一群工程师不爽啊，他们说我既想要 C 的那种速度，但我不要 C 那种动不动就把记忆体搞到爆炸的风险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语言，叫做 Rust。Rust 这个语言呢，先天就有各种先进的安全辅助，跑得又快又安全。但这个语言的代价就是它的学习门槛超级高，这个语言非常非常的难学。然后这个循环大概永远不会停，就算今天全世界都约好只用同一种语言，工程师大概过3个月就会吵起来，然后再发明一个新的语言。程式员社畜真的会把变量名取作 F 星号星号 K 品牌名吗？通常在大公司不会，因为你的程式码需要经过别人审查之后才能提交，你的命名如果太抽象的话会被退回重写，顶多让你写在注解里面。不过我倒是有维护过一份老专案，当初的工程师可能觉得 analyze 这个单字太长了，所以他只取了这个单字的前4个字母当变数名称，
所以那个整个专案的整个程式码都充满了 ANAL， 所以英文能力好一点，可能还是多少有点用的。台湾常常被说软体很弱，强弱的定义是怎么定义出来的？要怎么样的软体工程师才是强的呢？好，首先强弱对我来说，一个简单粗暴的定法就是看薪资。台湾的半导体公司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硬体厂，新人工程师进去第一年的年薪可能就已经100万起跳了。但是这个数字呢，你在台湾的纯软体产业啊，做个3-5年可能都未必拿得到。但这个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，而不是软体工程师太烂。因为现在台湾的环境，最优秀的那批人才都已经被高薪吸引到硬体厂了，所以目前台湾的产业环境就是往硬体倾斜。有钱的投资人一定是往台积电狂砸钱，而不会去投资一间做软体服务的台湾公司。因此，在台湾做软体是没有足够的舞台跟资源的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软体工程师算强呢？简单来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想要这个功能，然后这个工程师可以自己去厘清需求，然后去拆解问题，决定技术做出来，然后让它稳定的跑在线上。如果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完的人，那就是很强的工程师。通常我们不太会用你懂几种语言，或者是你刷了多少 LeetCode 的题库来判断一个工程师强不强。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啊，但强的工程师就是这个样子。无论你把它放在任何的时空背景，厉害的工程师就是有办法找到适合他的资源跟技术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进入这行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？比如一个 GitHub 账户之类的。然后会用 AI 写程式的话，无脑到什么程度就会被骂。他提到 GitHub， 我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。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啊，一定会遇到一种状况，就是你在改功能改到一半改坏了，或者是后悔了，你想要回到上一个还能动的版本。然后如果你没有任何工具帮忙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一定会开一个目录，然后叫做 Final。然后下一版呢，你继续改的时候，你就会再开一个目录，然后这个目录你就会叫 Final 2。然后呢，你再改着改着，觉得 Final 2好像也不是很好，或者是老板把你的东西退回来重写，所以你就会再开一个新的目录 Final 底线真的最后一版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你要再回来改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 Final 2跟 Final 最后一版，你完全忘记了哪一版才是真正的最新版。所以呢，工程师有个工具叫做 Git， 它会记录你每一次的修改。然后它记录了你什么时间改了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改。当然，这个是你要自己写的。它就像一个存档点的感觉，你随时可以回到任何一个版本。而且它厉害的是，当很多人同时在改同一个专案的时候 ，Git 可以把大家的修改很聪明的合并在一起，不会互相覆盖。那 GitHub 又是什么东西？ Git 刚刚提到那个工具，它其实是装在你自己电脑上的东西，所有的记录跟修改都在你自己的电脑上。GitHub 是一个网络的服务，它会把在你电脑上的那些修改全部都放到云端上，这样所有人就可以看到你的程式码，也可以拉下来一起改，然后也不用怕你的电脑硬碟坏了东西不见，因为 GitHub 就是一个云端服务。再来讲 AI， 现在用 AI 辅助开发是非常正常的，我自己也在用。但目前的 AI 呢，非常容易把你的东西改坏，所以知道如何使用 Git， 确保你可以回到上一个没改坏的版本继续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很熟练的使用 Git 的话，你还可以同时让多个 AI 平行的开发同一个专案，而不会破坏原本程式码能动的功能。所以 Git 是一个我觉得在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工程师必定要学会的一个东西。那 GitHub 呢，就是基于 Git 这个工具的一个云端服务。如果你想要写程式的话，那你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账号的。然后 GitHub 这个服务呢，本身也算是一个作品集的平台的感觉。如果大家想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专案的话，大家就会直接去找你的 GitHub 看一下你曾经做过什么东西。然后至于用 AI 写程式写到什么程度会被骂呢？如果 AI 写出来的东西你看不懂，那你也没有打算要看懂，根本没有能力判断他写的对不对，那你就是欠骂。就是现在 AI 的能力这么强，他写出了你看不懂的东西，最起码你也要问 AI 问到你懂，因为 AI 它仅仅只是个工具，最后要为这个程式错误负责的还是使用工具的人，也就是你。Code review 的时候最怕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？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Code review。Code review 呢，通常在比较大一点规模的公司里会出现。
就是你写好的程式啊，不会直接部署到线上去执行。在你部署之前，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，就是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同事要先审查过你的 code， 也就是他们至少要看过你的 code， 确认你的 code 没有问题之后，你的 code 才可以被提交出去。如果 code review 没有过，就是退回来重写，然后再 review 一次。好，那 code review 最怕遇到什么呢？有两种，一种是技术面的，一种是人情面的。那我们现在讲 code review 指的不是我的 code 拿去给别人 review， 是我在 review 别人 code 的时候遇到的。首先，技术面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个 code 一提交上来，他改了3000多行，然后一次改了几十个档案，而且所有的功能都混在一起。比方说，他这一次改动加了新功能，同时又修了 bug， 然后把旧功能的程式码重构完之后，又顺便调了10个档案的排版。所以这个数量大到你最后会懒得看，然后懒得看呢，就搞不好就有一包 bug 在里面，你没看到上线了，就全部都一起爆炸。不过这个呢，通常大公司会有对应的规范。也就是你不能一次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包成一大包让人家 review， 所以通常不太会遇到。第二种 code review 最怕遇到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是人情面。当你发现你的同事 code 写错了，或真的写得不够好，你要如何在不伤到对方尊严的情况下请他改 code 呢？这个就跟技术没有关系啦，比较像是会不会做人。我觉得这个才是 code review 最难的部分。但关于这个议题呢，其实可以展开说很多。我很久以前有在推特发过一个文章讲过这件事情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火车应该把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看。以前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，跟我们工程师沟通馆员操作的需求，总之就是跟软体工程师讨论需求使用了更有效的沟通方式。好，跟工程师的沟通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。因为其实以非工程师的视角跟工程师的视角来说，他们的理解差异会蛮大的。因为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，通常都是要思考到非常非常具体的层面，但是没有工程师背景的人，往往没有办法替工程师把这些具体的细节表达清楚。那从我的角度呢，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工程师背景的话，你也不需要替工程师做到这种程度。那要怎么样跟工程师沟通呢？通常我们的讨论模式会聚焦在使用者使用的场景，比方说，当读者输入书名的时候，常常因为少打一个字，所以就搜不到，所以有没有办法做部分搜寻或者是模糊搜寻的功能？或者是比方说读者借书的时候，他要连点5个确认的页面才能借到书，那能不能把流程简化到让他可以减少操作就过完之类的？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在有这种具体的使用者场景的状况下，他自己就会判断功能具体要做什么了。如果还有资讯不够的地方，他就会继续回来跟你讨论了。如果你有办法在描述使用者场景的前提下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跟你正确沟通的话，那问题应该就不是你的问题了。毕竟个人的经验啊，听不懂人话的工程师其实还蛮多的。图书编目系统很常遇到的困扰就是缺字，非优势语言有时候无法正确的着入完整的资讯。想了解其他领域的资讯系统是否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？其实缺字的问题在各个领域跟服务都非常常见。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缺字。电脑要能显示一个字，它需要2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这个字有被收进字元编码标准里面，比方说 UTF-8。这个 UTF-8 的全名叫做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 8-bit， 也就是电脑认识这个字。再来，你的字型档里面要有画出来这个字的样子，因为显示一个字对电脑来说就是在画面上画出一个图形，这2个条件少一个它就会显示不出来。那编码的问题呢，在近年来已经开始有慢慢的在改善了。Unicode 这个国际标准每年都在一直收录了更多的字元，现在已经收录了超过15万个字了。但标准收录了，并不代表每一套系统都跟得上，有的系统甚至用的不是 UTF-8， 所以落差应该还是会存在好一阵子。然后直到你实际使用的系统有改进，以及如果是一些比较少见的字型的话，那它可能也要等到那个字型档有补上那个字型的样子，才有办法正确的显示。希望今天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。虽然我的本业是工程师，但我目前的频道主轴是 GeoGuessr 这个地图推理游戏。我自己做了一个免费试玩与攻略的网站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另外，最近也有个很酷的 VTuber 物种图鉴，也是我做的。火蛇应该会帮我一起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观一下。那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来我的直播间坐坐。大家拜拜。